7月11號禮拜二啊，恒生指數一個鐘頭呢個 break of structure 1、2、3支軸，佢呢一度呢係個 BOS 嘅一半，咁陣間就睇佢呢一度呢再上返去啦。15分鐘呢就做咗啲乜嘢呢？呢一度已經破咗啦，呢一度連續1、2、3支，呢一度呢有個下位度，咁即係話呢，佢起碼呢要到呢一度先至叫 balance，佢有機會再向下，呢一度都係未 balance。距離開市仲有半分鐘啦，呢一度呢就係今日嘅 New Day Opening Gap，唔知高定低，禮拜二嘅就好，咁見到佢一嘢抽咗上去啦，佢可能呢就行 turtle soup 啦。嗱，應該咁樣睇，如果呢佢係向上的話呢，佢就應該喺呢一度破咗結構啦，咁喺呢一度呢佢會翻上去。而佢今日呢個 C 喺邊度呢？ C 喺呢一度呢，佢一夜已經到咗。牛熊證呢就冇咩特別啦，因為每一個 column 呢都冇過1000張，咁所以係 range， 預佢行 range。佢破咗之前嘅 day high 啦，呢一度啦。樓上呢一支呢，你可以俾個 grade 定佢，分別係1/4啦，每一格，同埋呢有1/8嘅。佢係破咗呢一度嘅1/4啦。好啦，佢掂到一半，再上返去，已經 close 咗呢一個 gap，個任務完成咗啦。如果呢佢繼續向下 close 咗呢一度呢，就睇向下啦。佢可能係向上、向下到呢一度1個鐘嘅 BOS， 先至再上返去。佢呢一支呢，就將今日嘅呢一個 range 呢，就打破咗啦。如果要計向下呢，就係計1、2同埋之後第3支軸，最高同埋最低嘅一半。呢度有個平底啦，25997。但係如果呢，佢落去先至再上返去呢，咁呢一個呢，就唔 valid 嘅啦，因為佢可能呢，掂一掂，再嘣洗埋向上，咁呢一注呢，就唔啱噶啦。
佢呢到9點半呢可能會好發嘅，所以呢個止蝕呢就擺遠啲。邊一度係真正止蝕呢？如果佢係想收足呢，係收穿過呢一個頂呢，咁呢就要止蝕嘅。如果佢去得再低啲呢，你會見到呢，佢而家呢啱啱個618係同佢個呢一段 break up block 啱啱嘅一半呢係共鳴嘅，都係同一個位嚟嘅。佢而家到咗呢個 monthly 第一個 fair value gap 啦，8月3號嘅。如果佢過一半呢，佢就會向下嘅，亦都出現咗第一段 fair value gap 喺呢一度，亦都係同一個break up block 裏邊呢，primary fair value gap 樓下睇下啦，樓上睇上啦。你而家見到呢，佢1、2、3、3次呢，佢支針都啱啱係掂住呢一個 fair value gap。如果你睇呢一支係個突破呢，咁其實呢，你就會見到1、2、3支佢要向下呢，佢就會喺呢一度向下，但佢冇，佢 close 咗呢個 gap 呢，所以之後呢，佢要向翻上邊。你亦都見到呢，佢未破呢一個8月第一段 fair value gap，喺呢一個位呢，破咗呢啲底呢，就假突破上翻去。而呢一度同呢一度呢，就有個 fair 嘅平底，呢一度都未破呢一度嘅。咁樓下就係你要望緊嘅 BOS 啦，1個鐘嘅 BOS 嘅 CE 嘅一半嚟。入咗張單啦，如果佢會再上的話呢，我會繼續鬧嘅。
就到啦，佢呢度就到啦，佢呢度就到啦。好，到咗啦。如果佢要向上呢，佢會喺呢一段 break block 1、2、3字回到呢一度一半。咁希望呢，佢唔會打走我啦。佢呢一度呢，就破咗呢個 primary fair value gap。如果佢要回一半呢，就計呢度1、2、3支呢，我就可以一路推咧，就推個 wick 3呢，一路推上去。佢1個鐘嗰一段呢，1、2、3已經到咗，呢度0，呢個已經到咗，好快已經到咗喺呢一個位。唯有要做呢，就係繼續推 wick 3啦，1、2、3支 break block 到一半，佢收足呢冇收穿一半，支針呢射到落呢一度。如果佢繼續仲有 break block 的話呢，咁我繼續再推啦。呢一度有個平頂啦，有個 range 啦，呢度啱啱破咗啦。仍然都未有 break block 㗎，佢只不過將呢一個 range expand 上去。呢一度有個好細嘅 fair value gap 啦，第一嘢已經破咗咧，你唔可以覺得呢度係上去，做咗個平頂啦。呢度有個 fair value gap，可以繼續推咧，推到呢個底嘅。因為佢就算做咗呢一個底咧，佢可以再洗多一次嘅。1、2、3呢度有個 fair value gap，即係話咧，如果佢係終極佢破咗呢一度嘅一半嘅手續咧，就唔會再睇上嘅。喺琴晚咧做咗個頂喺呢度，一個咧咁嘅 equal high 咧，佢最終會破嘅。咁就等佢破咗咧，先至再反應啦。但係咧，如果佢打走咗我咧，就唔會再打算入嘅，因為呢一段咧都係一個 primary fair value gap，以上就睇上，以下睇下。同時咧，佢1個鐘嗰個 BOS， 佢已經行咗佢要行嘅任務啦。佢破咗呢一度啦，之後跟住咧，佢呢度出現咗一個 fair value gap 啦。如果佢填咗呢個 fair value gap 咧，佢就有機會繼續向上。佢填到唔過一半咧收續咧，佢就有機會落樓下呢一度一半，呢一支未破，呢一支 damage 縮翻上去。
啦，佢應該喺度做完個 damage。如果呢一個收足咧，收穿過呢一度咧，咁佢就會繼續上咧。應該咧睇個勢就會將1、2、3個頂咧洗晒佢。呢一支咧係呢一段嘅 break block 啦，又可以繼續推啦。1、2、3，你可以咧推到嚟呢一度。如果呢一支咧，呢一支係呢一段嘅 break block， 1、2、3支，佢有機會回到呢一度咧，先至再上去。好，呢一度咧已經將之前個頂洗咗啦。好，呢一段係呢一個嘅 break block。咁又繼續推呢3支，換句說話講呢，你就可以將你推盤推到呢一度，或者喺呢一度。咁推多啲，你當到今日個目標都好啊。如果佢係要向上呢，佢點一點呢度會繼續向上；如果唔係的話呢，佢就會洗咗嘅。又接 break block 啦，又繼續推啦，推到佢打走你為止啦。咁呢度呢，都行咗100點到啦。打咗我啦，今日就完啦，行咗呢一度到呢一度。第一段啦，第二段，相信佢會繼續行嘅，不過唔做啦，亦都未到 macro time。每日呢，就淨係呢段時間都已經夠啦。好，今日就咁，be safe。